好啦，又翻嚟啦，加密放題，我哋嘅12生肖輕便版啊，呢個運氣運勢龍虎榜又嚟啦。嗱咁啊，千祈唔好覺得喂自己個排名好後就好唔開心喎，因為咧其實咧喺沿途咧仲要配合好多嘢嘅，即係話你真係本身嘅時辰八字啊，春夏秋冬啦，好多嘢噶，所以聽咗當一個吹得鼻空嘅一個其中一個小提議咁樣，唔好擺喺心裏邊啊！如果真係覺得唔得啦，喂唔緊要，搵間廟打個靚神，搞掂噶嘛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嚟到咧講緊第4名啦。嗱，第4名係乜嘢啊？喺屬蛇嘅朋友啊，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就幾火遇着流年嘅5火啊，火火相電啊，就係所謂嘅比肩同行啦。有人同你一齊頂一齊衝，呢個格局咧代表同輩、朋友、兄弟姊妹都會成為你嘅助力。雖然有競爭，但係鬥中有幫，越鬥越醒，越鬥越旺。事業方面咧，今年會遇到一班咧志同道合嘅拍檔啊，團隊咧嘅凝聚力咧明顯提升啊，一齊咧搞一件大事。不過身邊攻守多，競爭自然唔會細嘅，你要肯出力，肯表現，唔好怕俾人爭，反而容易脫穎而出。求財方面呢，適合同人合伙揾錢，但你記住，兄弟歸兄弟啊，數目要分明，啲賬要寫明，唔好以後口真係唔好噶。感情同人緣上面呢，呢一年嘅社交運好旺啊，約會一浪接一浪啊，新朋友咧會越識越多啊，單身嘅你咧擇偶機會係有嘅，不過要睇清楚邊個係真心，邊個係假意，邊個係玩玩下，要自己心裏有數。有伴侶嘅要留意下，即係朋友局咧會好多啊，出嚟會應酬啊啲嘢咧，容易俾另一半諗多咗啊，所以多啲咧報定案多啲體諒就可以逢凶化吉。健康方面，火氣偏旺要小心，都係嗰句心臟啊，血液循環啊，少啲發火，多啲靜心，唔好一時衝動做錯決定啊！嗱，我俾你哋嘅錦囊，今年嘅關鍵係在於人，廣結善緣，善用人物，喺合作之前講清講楚，權責利寫明，寫得清清楚楚，白紙黑字，感情兄弟錢銀樣樣都可以行得長，行得穩，就係呢個秘訣啊！好啦，跟住我哋嚟到第5位喎，第5位咧係豬仔啊，屬豬嘅朋友啊，今年咧亥水遇着5火啊，本身咧就係水火相克，壓力一定有嘅，不過當中咧就藏住一個暗合嘅格局啊，表面唔啱，心底有情。呢種運勢就好似行到去山窿邊，後邊有人伸手拉你一把，危中有機，逢凶化吉。嗱，事業上咧，表面工作壓力大，挑戰多，成日要頂硬上，好似樣樣都要你去收科嘅。但係到關鍵位，總會有人幫手，或者突然之間有一條新血路，令到你可以安然過關。財運方面咧，唔適宜心急博大啊，穩守正財先係王道，唔好亂追高風險項目，有啲小財有機會入袋嘅，但你要抱住咧，有就當係 bonus， 冇就算數嘅心態。感情方面咧，屬豬咧，一年桃花有啲地下花易出現啲暗戀啊、秘密戀情啊，或者唔方便公開嘅關係啊。單身嘅你咧，可能中意嘅人咧身份會比較敏感啊。喂，係咪講緊同明星啊？或者咧就暫時唔識得即係唔適合光明正大咁樣行出嚟，入入樣樣。咁如果有伴侶嘅咧，就更加要穩守心關，外面嘅誘惑會好多。記住，感情唔怕平淡，最怕心飄走。健康上面咧，水火交戰啊，要同時留意腎臟啦、泌尿系統同埋心血管，避免忽冷忽熱，少啲捱夜，多啲休息。今年俾你嘅錦囊，呢一年咧要學識低度行事，靜觀其變，有時慢一步咧，反而係會行得更穩嘅。遇到困難嘅時候，記住車到山前必有路啊，唔好自亂陣腳，等下手，貴人自然會出現。好啦，嚟到第6位咯，龍仔寶寶啊，各位龍仔龍女啊，嗱，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咧辰土遇着5火啊，火生土，火為你嘅養分，太歲又屬，印星加持，
整體嘅運勢平步向上，可以咁講，食神、生財、安逸、舒服。唔好意思，咬字又差咗。一年咧大致咧順風順水，可以多啲享受，同時咧都會有進步空間啊！嗱，事業方面咧，工作節奏相對冇咁逼，咁啊壓力唔算太大嘅，適合用啲呢一段時間咧去進修學嘢、諗新嘢、靈感創意。你今年特別有利於做設計、策劃、內容創作、藝術相關嘅嘢噶，因為你構思咧好容易爆出嚟。嗱，財運上面咧，正財咧就穩定，收入唔錯。食神咧代表口福同埋享樂，會多咗飲飲食食、娛樂消費。好在咧，大部分咧屬於有質素嘅花費啊，但係你都要節儉啊，即係穩定還穩定，節儉還節儉兩件事嚟噶，要有錢儲落啊。感情咧同人緣方面咧，你今年咧心情平和啦，對人會寬厚啦，身邊自然有好多 fans， 有好多捧場客嘅。單身嘅你咧，對於拍拖唔使太急嘅，更加要享受一個節奏、有規律嘅生活質素，有伴侶嘅感情穩定。識得記住，成日都講嘅，做啲小驚喜、小浪漫啊，係屬於平淡中見真情嗰一種啊。嗱，健康你係唔錯嘅，胃口好，精神亦都好，但要留神咧，你嘅體重同埋三高問題啊，避免食得多喐得少，變成富貴病。我最後俾你啊，飲浪，今年係你嘅養生養運之年，一邊享受生活，一邊為未來鋪路，好好利用呢一段停順期，儲金、儲人物。儲子彈、儲實力，等到嚟緊大運一到，你就可以一飛沖天啊！好啦，多謝晒你哋啊！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會有其餘6隻啊，我哋呢個簡短版嘅生肖排行榜，多謝你哋，中意嘅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